来这异世已是2年，幸好有伙伴们一直宠着我、护着我。还记得刚来这里的时候，天啊，这是哪儿啊？我还在地球上吗？显然不是地球。头好晕啊！这婚你结也得结，不结就是绑着你也得结。被家里逼婚逃走后，我一醒来就到了这里。我该不会是穿越到别的星球了吧？雌性，一个没登记的雌性，还被几头野生猛兽护着。真是雌性，我们的星球80个人中才会出现一个的珍稀雌性。快来人，把他带走做个全面的伤情检查。骨龄20岁，严重营养不良，血红蛋白浓度极低，身上有多处陈旧软组织损伤，还有几处骨裂没完全愈合。西昂，这绝对不是意外，我怀疑是有人长期虐待，并且是雄性。帝国雌雄比例1比79，每一个雌性都是神明赐下的瑰宝，竟有人敢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！别怕，小家伙，你已经安全了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啊，他醒了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特别不舒服？别害怕，这里是白虎军团第286号前沿基地，我是军医陆战。我们在森林里发现您，现在已经安全了。我是基地最高指挥官，少将西昂莱恩。能有幸知道您的名字吗？这么恭敬，没听过的军队番号，没见过的医疗设备，还有帅得离谱的男人。我不会真的穿越到别的世界了吧？这是给您准备的房间，条件简陋，委屈您先住下。这是我的房间，从小就想有个暖和、安全的房间，像做梦一样。西昂少将，能给我几本书吗？我想了解这儿。我好像很多事都不记得了。当然，您要什么，我都会尽力安排。看来他失忆了，一定是受过很大的精神创伤。
我们所在的兽人帝国，历经万年星际迁徙，于新兴历元年确立。这是一个雌尊雄卑的社会。兽人有人形和战斗兽形，雄性战斗力强，但精神不稳定，容易失控。雌性天生有精神力，能安抚雄性失控，数量特别少。帝国奉行雌尊雄卑，鼓励一雌多雄，所以西昂和陆医生对我这么恭敬，就因为我是个雌性。可我就是个普通人类啊，哪来的精神力？陆医生，关于我的身体检查，我的精神力情况能说说吗？粘土小姐，检测结果显示，目前没测到精神力波动。您已经20岁，过了最佳觉醒期，大概率是没觉醒成功。不过，请别因此难过。帝国大约20%的雌性也没精神力，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是帝国最珍贵的瑰宝。您也是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告诉我。年头小姐，欢迎来到雌性保护协会，请这边走，我们先给您做全面登记体检。信息马上录入好，您稍坐。辛苦你了。真的好可爱呀，脾气也好。可惜检测结果确实没精神力波动。会不会是身体太弱，养好了能2次觉醒吗？2次觉醒，那可是100年难遇的事儿。好晕，昨天书上说，精神力觉醒前的症状之一就是间歇性眩晕。这里真是美食荒漠啊！这一点可真比不上地球。不喜欢的话给我，想换点别的吗？谢谢。我不想吃肉排了，好柴。我想吃点蔬菜。我去点。下次我做饭给你们吃吧。家人们，今天探店翡翠阁偶遇了一位超美小雌性，她旁边是西昂少将和陆战医生。他对雄性说谢谢，还要做饭给雄性吃。哎，林希薇好像也在店里。陆兆，你为了躲我跑去当军医，现在倒好，成了别人的伴侣。你在故意羞辱我吗？打起来了！年堂是正当防卫。林希薇先动手的，粘土身手好灵活。怎么这就哭了？你别哭了。你居然为了一个雄性打我！第一，我没打你，是阻止你打人。第二，雌性和雄性一样都有尊严，陆兆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不该被你当众扇耳光羞辱。第三，陆兆是救了我的恩人，你动我的恩人，我当然会护着他。他说我会护着他。霸气，雄性也有尊严，累梦了。你闹够了吗？我们走。你怎么一直看我？我是个孤儿，出生在资源枯竭、充满犯罪的垃圾星。那你很厉害，能从那种地方走出来，变得这么优秀。摸爬滚打至今，听过太多鄙夷。对年桃，起初只是出于责任与好感做监护人，可现在，
要表白吧。沿途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在餐厅说的话掀起了多大的风暴？夕阳，上次体检你的失控值是多少？74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失控值达到80，你会开始间歇性失去理智，控制不住兽化。到90就会发狂，见谁咬谁。到100，你就再也变不回人了，彻底成一头野兽。你需要精神安抚，现在就要。但年图没有精神力，你必须离开他，选一个有伴侣名额的 A 级以上雌性。我不想离开他，他需要我的保护。这不是请求，是命令。我是你上级，也是你叔叔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你毁了自己。我的感情轮不到你用最优解来算，我只要他。感情？你的感情能压住失控值吗？等他亲眼看见你变成一头没理智、可能伤他的狮子，你那点感情还剩什么？只剩害怕，还是嫌弃？夕阳，陆医生，谢谢你们一直照顾我。今晚我来做饭吧。不行，怎么能让你让我试试吗？我们地球的美食很好吃的。这样吧，我负责指挥，你们亲自动手下厨，怎么样？就算他做的是毒药，我也会吃下去。我们做排骨炖土豆、番茄牛腩、清炒莴笋。夕阳，你去给排骨焯水。陆医生，你去切菜。小火，慢慢搅。对，颜色变了，快放排骨。哎呀，再加一点点。抱歉。地球彻底没有让我留恋的东西了。开饭啦，一起吃吧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，非常美味，谢谢你，年年。你们可是我在这个星球唯一，哦不，唯二的家人啦。夕阳，你的失控值已经74了，必须马上离粘土远点，去找个 A 级雌性做精神安抚，这是命令。我做不到。不，我不能变成那种怪物，更不能伤到他。警告：失控值突破临界点，立刻找人安抚。富贵别闹！狮子，夕阳，陆战！啊！
不咬我！你想让我留下陪你？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给你。不吃？那你想干什么？真乖。你是兽人吗？年年，快离他远点儿！别凶，陆战，他很乖的，不咬人。年年，听我说，它不是普通的动物，它是西昂。什么？西昂失控值超过80，昨晚兽化逃走了。这头狮子就是失去理智的西昂。雄性一旦失控，变成兽性后，就没有人类的理智了，只剩下野兽本能，攻击性特别强。失控值到90会彻底发狂，到100就再也变不回人了。可是，西昂他看起来挺平静的。这正是最奇怪的地方。失控的雄性不可能这么温顺，除非你对他做了精神安抚，但你没有精神力，这说不通。对了，我昨晚看见他身上有奇怪黑雾，盯着看黑雾就慢慢消失了。之后我就特别累。你能看见黑雾？什么样的黑雾？就是缠在他身上一缕一缕的，看着就难受。我就想着消失吧，集中精神去看，他们真的散掉了一些。这不可能，从来没人说过雌性能看见失控能量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不知道，就是能看见。你再试试，小心一些。这儿，还有脖子上，黑雾最多。我什么也看不见。年年，有点晕，像脑子用过头了。你能看见，还能消除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精神安抚。年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谢季礼，你聋了是不是？你妹妹要高级基因增强剂，赶紧付钱。母亲，我没那么多钱。废物！你的钱呢？是不是又偷偷拿去给你那个没用的爹买药了？就是，快把钱交出来！你爸早被我妈扔了。别管，那是人家家事。雌性教训自家雄性，天经地义，外人插什么手？不许说我父亲！
年年，退后，他现在没理智了。他身上全是黑雾，比夕阳多得多。陆战，我想试试安抚他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年年，你的精神力未知，万一……他很痛苦，我能感觉到，让我试一下，就一下。没事了，放松。乖，这样好多了。天哪！兽神在上，我看到了，他驯服了失控的兽人。他是兽神派来的使者雌性，怎么可能？我的天啊！难以置信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天啊！阁下，请原谅我们来晚了。我是中央星监管局第3小队队长。您刚才是怎么让这位失控的雄性恢复平静的？这简直是奇迹！能不能请您移步监管局，协助我们做些检查？粘土小姐，我再跟您保证一遍。就是个完全无创的检测，您肯定不会不舒服。他们不会把我切开研究吧？局长，要是年年受一点伤，你知道后果？绝不可能，伤害雌性是重罪，更何况是您这样珍贵的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感觉怎么样？跟做了个按摩似的，挺舒服的。这数值，仪器坏了吧？再测一次。陆医生，是不是我情况特别糟？不，是太好了，好到离谱。您的精神波动强度已经稳稳超过 A 级线，而且还在往上窜。照这速度算，等您正式觉醒 ，S 级基本稳了，甚至可能冲到传说中的 SS 级。年年，听我说，你的精神力可能不止 S 级，这意味着2件事：第一，你会是帝国的希望，是所有快失控的顶级雄性的救命稻草；第二，你也会变成无数人拼命想抢、想占有的目标。从现在起，你得加倍小心。
陆战，我还是搞不懂，别的雌性是怎么做精神安抚的？像我那样盯着看就行吗？不太一样。那是什么样？通常，雌性只会给自己的伴侣做精神安抚。哦，那得先成伴侣才能安抚。然后呢？然后是通过交配。交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当我没问。你失忆了，不知道很正常，所以这次的邀请我不会当真。但如果你下次再发出类似的邀请，我会当真的。夕阳，你干嘛？我为昨晚失控期间可能对您造成的冒犯，请罪。冒犯？你没有啊，你挺乖的。您不用安慰我，我知道我失控值下降了，那说明我肯定强迫您做了精神安抚，我罪该万死。等等，你误会了，不是那种安抚，你听我说。所以我没有，您只是摸了摸我的毛。还亲了一下脸，就这些。我去冷静一下。他们对我的感情越来越明显了，可我给不了承诺，我是不是该保持距离？陆战，我在想，做我的监护人好像会耽误你们找伴侣，不然……你想解除监护关系？这对你们比较公平。你别这样。骑上来，我带你出去透透气。陆战，那个雄性让雌性骑在背上，在这里，是不是也有什么特殊意义啊？年桃下午好，这是在厨房，小雌性要直播做饭，旁边是西洋少将和陆医生。不是我动手，是西洋做，我指挥。西洋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西洋少将会切到手？我作证，西洋是上一届帝国冷兵器格斗冠军。这演技也太拙劣了。但小雌性好像真信了，还快哭了。疼不疼？下次一定要小心啊。伤口半小时就好。香，你去休息，我来陪年年直播。不用，小伤，倒是你，料理课差点不及格，别糟蹋食材。至少我不会不小心切到手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年堂抱了狼，还揉了狮子。帝国雌性厌恶榜排名前3的兽型，年堂抱得好开心，嫉妒使我面目全非。
所以这种福气到底什么时候能轮到我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谢吉离，黑曼巴，通过一下。你好，粘土小姐，很感谢你安抚了我，能否邀请你共进晚餐一次？唉，这个星球真好啊，全世界的男孩子都围着我转。晚餐就不必啦，心意收下喽。好吧，那可否给我一个你的住址？哦，别误会，我是想送你一点小礼物，聊表心意。那好吧。他们两个今天一大早就被叫回军营了，忽然留下我一个人，还有些不适应呢。咦？咪咪，过来。年年，这哪来的？我在院子里捡的，它好乖，一点都不怕人。我们养它好不好？叫它棉花糖。它不像普通野猫，太干净，也太通人性了。还是送去宠物中心检查一下吧。不要，它这么干净，肯定没主人。你看它多喜欢我呀！棉花糖，吃饭啦！不吃吗？看来他只吃你亲手喂的。可能他比较认生。棉花糖，别凶，这是陆战。它只是一只小猫，你别吓它。棉花糖，棉花糖，棉花糖，你给我回来！年年，首先为我之前那些不恰当的言论向你郑重道歉。那些话是建立在错误判断和对你的不了解上，确实很失礼。我手写了3000字检讨，会和赔礼一起寄给你。其次，有个可能有点冒昧的问题，我今年47岁，在你看来，这个年纪是不是显老？你一点都不老，特别有成熟稳重的魅力。谢谢。那请允许我正式提出申请。我希望成为你的第3位监护人。西昂德长期驻守基地，没法尽到监护责任。作为他叔叔，也作为一个想照顾你、保护你的人，我觉得由我来补上这个空缺最合适。当然，一切看你愿不愿意，我会等你的答复。菲利叔叔居然这么认真，他好像真的只是想替我分担，好好照顾我。可是年年，我叔叔是不是找你了？他说了什么？
你可千万别答应他任何事。他申请做我的第3位监护人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他凭什么？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。年年，你别选他，再等等，我很快就能调回去。求你了，别选他。主人有2份包裹送达，请签收。谁送的？怎么一块儿到了？哇，好漂亮！这也太可爱了吧！风格差这么多，项链这么雅致贵重，应该是费力叔叔那种成熟稳重的人挑的。兔耳朵这么活泼可爱，肯定是谢季离送的。他年纪小，可能觉得这个适合我。谢谢您的项链，特别精致，我很喜欢。发夹收到了，超可爱的，谢谢你呀。谢谢您的项链。项链？我送的是兔耳发夹，谁给他送了项链？发夹收到了，很可爱，谢谢你呀。发夹？我攒下4个月生活费买的蓝色鸢尾项链，难道他不喜欢？陆战，这个宫廷舞会，我真的非去不可吗？是的，名义上是皇室选妃，其实是为了给皇太子找能做精神安抚的雌性。太子殿下是 SS 级雄性，现在状态很不稳定，快失控了。这么严重？皇室已经注意到你安抚黑曼波蛇的事，猜到你可能有高等级精神力，他们不会放过任何希望，所以你必须去。好，我去。如果我的能力真能帮到太子殿下，我愿意试试。但只是帮忙，我不想扯上感情，这点我得先说清楚。我明白，我会陪着你。日安，年突阁下，很高兴为您授课。基础舞步是舞蹈的基础，也是舞蹈的根本。好近啊！啊，对不起。放松点儿，跟着我就行。
您怎么来了？这是要去哪儿？我想去医学院，但好像迷路了。我带您去。日安阁下，我是裘勋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惊了。混账东西，竟敢对慈行如此无礼！帝国军校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这件事，我会亲自跟你们学院院长谈。帝国法律写得清清楚楚，骚扰雌性必须严惩。谢季离呢？陆战，你看，看到了。谁下手这么重？而且是匿名袭击，没抓到人。别看了，影响胃口。今天天气好，去院子里坐坐吧。棉花糖。棉花糖，那天在军校，谢谢你保护我。还有谢季离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消息都不回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？香。小年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菲利叔叔，您怎么……别乱动，你刚昏迷过，精神力波动太厉害，得稳住。
年年，你醒了，还好吗？头有点晕。我昏了多久？棉花糖呢？大半天。你昏迷的时候，精神力突然暴走，我们测了3次。这是我的？对 ，S 级，已经稳住了，而且这可能还不是顶，等你彻底觉醒，说不定能到 SS 级。年年，我知道现在说这个可能有点急，但我还是想正式的再问你一次。我，费利莱恩，以帝国元帅的身份，以莱恩家族的名誉起誓，我想做你的第3位监护人。我会用我的命，我的一切护你安全，照顾你生活，尊重你的选择。给我这个机会，好吗？以莱恩之名起誓，我将守护您，年年。陆战，家里的监控真的什么都没拍到吗？我调了所有监控，你昏迷那会儿只拍到一团白影从大门飞快钻出去，然后就没了。别墅的 S 级安保系统有记录，但判断是非兽人生命体，没触发高级警报。飞快，它就是只小猫，能有多快？年年，也许它不是普通小猫，可它身上没黑雾，我昏迷前看到的是错觉，对吧？棉花糖，糖糖，出来好不好？棉花糖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外面那么危险，你怎么就跑掉了呢？阿占，还在想那只猫？没有。我名下有颗私人星球，开发的不多，还保留着原始的自然风貌。那儿有终年不化的雪山，我在山腰弄了个温泉，空气特别好，风景你应该会喜欢。想不想去散散心？就当是庆祝薛尼 S 级精神力觉醒，也当做我成为你监护人后第一次正式邀约。会不会太麻烦您了？您那么忙。我攒了几10年的年假，正好用上，就当是给我自己放个假。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星空很美，也很空。费利叔叔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能开心一点就值得。
好美。哇，小狐狸！费利叔叔，快看，他们好乖！对了，叔叔，你也是狮子对吧？跟西昂一样。嗯。那我能看看吗？你的兽形。好。温泉准备好了，去泡吧，小心着凉。怎么了？紧急军情。帝国边境一个重要的军火库被炸了，初步判断是星际海盗礁的团伙干的，他可能亲自出手了。我得马上赶回去，咱们的假期提前结束了。我明白，军情要紧，走吧。这项链谁送的？不是您送的吗？完了，我给搞混了。根据雌性保护法补充条款，鉴于您已成年且未完成3位监护人记，系统已自动匹配第3位监护人。费利叔叔，我收到系统自动匹配的通知了。费利还在忙军务吗？年度小姐对吧？你的档案我看过，原生家庭，普通，精神力评定，5等级，这有点麻烦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这种家族对雌性伴侣的精神力有基本要求，至少得 B 级起步，这是为了后代基因优化。你能理解？
不过呢，你长得确实不错，气质也还行。这样吧，我给你2个选择。第一，我给你10亿星币的恋爱补偿，咱们谈3个月恋爱，然后和平分手。这笔钱够你这种出身的雌性舒舒服服过下半辈子。第二，你要坚持登记也行，但得提前说好，婚后你必须完全听我的安排，包括未来的精神力提升计划，还有跟其他雄性的接触都得经过我同意。选吧，这已经是看在系统匹配的份上，我能给的最大诚意了。毕竟以你的条件，能匹配到我，已经是撞大运了。兰德尔知觉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来赴约只是为了走个流程，当面告诉你我的决定。我拒绝你的所有方案，我要求无条件解除这次系统强制匹配。我已经有了几位帝国军方要员的监护人，只是没来得及登记，这才赴约。不识抬举。既然你不要我的好意，那就按流程去市政厅解除匹配。带上你那些所谓的证据，看看那里的工作人员，谁会信你编的帝国元帅是你监护人这种鬼话？办什么业务？申请解除系统强制匹配的监护人关系，匹配对象是这位兰德尔子爵。理由？我有自己选定的第3位监护人，只是他最近军务太忙，出差在外，还没来得及办登记手续，不是故意违规。自己选的监护人叫什么名字？什么身份？费利莱恩，帝国元帅。您听见没？元帅大人是他的监护人，这可真是我今年听过最离谱的笑话。女士，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费利元帅的档案写得清清楚楚，未婚，也没登记过任何雌性当被监护人。你有证据吗？比如元帅亲笔签的意向书，或者让他现在亲自过来确认。他正在执行紧急军务，我暂时联系不上，但我可以保证。保证？拿什么保证？就凭你嘴上说说，就想让帝国元帅给你背书？知道冒充元帅亲属是什么罪名吗？女士，如果你拿不出有效证明，或者没法让你那位监护人费里元帅在1个小时内亲自到场确认，那系统就会维持和兰德尔自觉的强制匹配结果，这是规定。或者你接受他之前提的条件，双方协商解决。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10亿星币，或者做我听话的妻子，选一个。我不同意。菲利叔叔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抱歉，年年，我来晚了，刚处理完军务，信号断了一阵。没关系，您来了就好。我是他的监护人，帝国元帅费利莱恩，有疑问吗？现在办理登记手续。啊！元帅大人，这真的是您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他……没听懂吗？我说办理手续。粘土小姐，手续办好了，您的第3位监护人已经正式登记为费利元帅阁下，
之前系统强制匹配兰德尔智觉的记录已经作废了。收好。谢谢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以后可怎么在元帅手底下工作啊？费利叔叔，您是不是很累？任务顺利吗？还好，追一伙星际海盗，刚收尾。收到你消息时，正在越舰返航，信号被屏蔽了。抱歉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有，您能赶来，我就已经很高兴了。那些星盗是之前炸军火库的那帮人吗？那个叫焦的头目抓到了吗？主犯暂时跑了，不过抓了几个关键的从犯，也发现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。年年，最近尽量别一个人出门，要是出去，随时跟我或者陆战联系，注意安全。费利叔叔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跟我有关吗？别多想，我只是提醒你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出事。原来这是谢季离送的，他人到底去哪儿了？谢季离在吗？看到消息回我一下，有点担心你。陆战，你知道谢季离最近怎么样了吗？我联系不上他。他不太清楚，可能有事离开中央星了。军校那边他好像也请了假。离开？去哪儿了？他家里不是……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别太担心，他都是成年雄性了，能照顾好自己。你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谢季离，你还好吗？废弃星道据点的初步清理和勘察完成了，地下实验室的残骸分析刚出结果，确认涉及雌性精神力和基因强制诱导失控这些违禁研究。现场找到的雌性残骸，初步鉴定至少来自3个不同的人，时间跨度超过10年。缴，这个杂罪。另外，从缴获的加密信息碎片里，我们解析出几个关键词，除了实验，还有高价值目标、S 级潜力、监护关系。元帅，他们可能已经……我知道了，通知技术部继续深挖所有线索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锁定焦的老巢。另外，以我的名义签发元帅令，年搓的安保等级从 S 级提到 SSS 级绝密。他住的地方，防护系统直接接入军部最高监控网，24小时无死角盯死。是。还有，通知西安和陆战，让他们最近盯紧点，一步都不能离开年度。没我允许，任何陌生雄性靠近他100米之内，格杀勿论。明白。小年，一场风暴真的要来了，我必须拼尽一切护住你。实验室报告的初步结果出来了，那些星道搞的是非法精神力
和基因诱导实验，目标专挑高潜力的雌性。他们是抓走了很多雌性。是的，并且时间跨度已超过10年。小年，你的安保等级我已经调到最高，从现在起，你身边不能没人。我知道了。别怕，有我们在，没人能动你。只是，你那条蓝色鸳鸯项链，最近还戴吗？啊，今天没戴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这个我搞清楚了，是谢季离送的。他说是回礼，谢谢我那天救下他。我觉得挺好看，就一直戴着了。费利叔叔，谢季离他是不是出事了？我最近发消息他都没回。他失踪了，最后出现的地方十分靠近一个星道据点。是跟那个实验室有关吗？我还在查。这条项链我会让技术部做一次彻底溯源检测。他不会是坏人吧？真相出来前别急着下结论，但保护好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要紧事。臣奉陛下之命，送宫廷新年舞会邀请函给年图小姐。陛下诚挚期盼您的出席，并希望能跟您谈谈皇太子殿下的精神状况。果然是为了他的事。年年，你想去吗？帮皇太子是我的责任吗？我感觉像被人架到很高的地方，有点喘不上气。不想去，咱就不去。叔叔那边我去说。不，我得去。万一我真的能帮上忙呢？费利叔叔，舞会我决定去了。想好了？但是我还是很担心谢季离。如果他真卷进危险的事，有没有办法确认他安全？我会加派人手，扩大搜索范围。至于项链，这东西我会让人再仔细查一遍。至于舞会，我会陪你去。费利莱恩元帅携年桃小姐到。那就是新的 SS 级雌性吗？看着好小，好温和的样子。他身边那2位是西洋少将和陆战上校吧？阵仗真不小啊！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，不过是个还没正式觉醒的小丫头。费利元帅不过是近乎人的责任罢了。费利叔叔，好久不见呀！听说您最近去了雪山，我那儿正好有几块上好的雪狐皮，改天给您送去做件披风。不必，军务忙，失陪。小年，累了吗？要不要去那边坐会儿？我还好。年图小姐，问您安好，能否邀您一同前往御花园？父皇母后有要事相见。年梯小姐，请别紧张，父皇母后就是想见见你，是关于皇兄谭空灵的事情。皇兄他，脾气太倔，说什么都不肯接受治疗。皇太子殿下的情况很严重吗？失控值一直很高，情绪也很不稳定，母后都快愁白头了。哎，哪来的小猫？年桃小姐，别碰！棉花糖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那是我皇兄。皇太子殿下，皇兄他失控状态不稳定，有时候会维持受刑，而且是幼年体态，但他意识是清醒的，你可千万别当他真是猫去摸啊！我见过他，在我家院子里。什么？皇兄去找过你？什么时候？前几天，他突然出现，又突然跑了，我还以为……
他的失控值好像很高。你怎么样？没事，突然有点晕。粘土小姐，皇兄，快，先送他去休息室吧。抱歉，是我失控状态下的精神力外溢，影响到了你。不是殿下的问题，是我自己好像最近精神力不太稳定。殿下，或许我可以试试帮您梳理一下精神力。不用。可是，我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梳理能解决的。费力没告诉你吗？离我远点，对你有好处。哟，我说表兄怎么躲到这里来了？原来是金屋藏娇，陪我们尊贵的 SS 级救星说悄悄话呢。年台小姐是吧？真是好本事，不仅能让我们元帅叔叔亲自护送，还能让我们皇太子殿下破例接见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哪位公主驾临呢。段小姐说笑了，说笑，我可不敢。谁不知道您现在可是帝国的宝贝？不过宝贝也得有那个实力才行。听说您至今连一次正式的精神力检测都没公开做过，该不会所谓的 SS 级只是某些人为了造势吹出来的吧？段芊芊，出去。表兄，我这是担心皇室元帅被某些来历不明的人骗了。一个连精神力波动都控制不好，动不动就晕倒的雌性，也配称 SS 级？配不配，不是你说了算，是吗？那就让我亲眼看看你到底有几分斤两。住手！年年，孩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是谁？我在哪儿？这里是圣地核心，我老神树的地盘，而你是我当年散出去的一颗种子，转世轮回，现在总算回家了。那是我是一棵树变的，算是。我没说错，你的潜力远不止这些。觉醒已经完成，你的力量会慢慢释放出来。别怕，跟着你的心走就行，去治愈，去连接，去带来新的可能。记住，孩子，你不是怪物，是我们等了太久的希望。
那我到底是什么？年图小姐，您的精神力波动已经稳住了，而且远超现有记录的最高值。按流程，得请您去帝国精神力检测中心做官方认证和等级评定。一定要去吗？小年，这是必须走的程序，有了官方认证，才能拿到最高级别的保护和资源。别怕，我们都在。检测中心那边已经清场了，只留了必要的人手，安全绝对没问题。说不定还能破个历史记录呢。准备第一次常规精神力强度测试开始。毒数还在涨，已经爆表了。换备用仪器，上3号强化型。主管，所有常规测试仪最高只支持到 SS 级理论峰值，这位小姐的数值恐怕……启用圣经，快去请圣经。年图小姐，请把您的手轻轻放在圣经上，放松，感受它。兽神在上，圣经认主了，不是共鸣 SSS 级，不，这已经超出评级体系了，是审计呀！紧急播报：帝国历史性时刻，今天下午3时17分，在帝国精神力检测中心，经圣经确认，帝国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位，也是唯一一位 SSS 级雌性，她的名字是年图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元帅公开表白 ？SSS 级活的，我们帝国有自己的神明了吗？年图小姐姐，看看我兽形是金毛，会暖床。上面那个金毛滚开！元帅大人都发话了，只有我注意到守护者和追求者并列吗？这修罗场我占了。老大，这就是帝国刚公布的 SSS 级雌性年图。哦，它的背景和我们10年前在摇篮计划里丢的那个0号实验体高度吻合。SSS 级，完美的实验体。看来当年那颗种子不但没死，还开出了最艳的花儿啊！查，我要知道它现在的一切，记住，要活的。是。加西亚，你竟敢拿我的钱养这个贱人！这间店可是我毕生的心血。西莹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曼曼比你懂事多了，不就是一家破店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姐姐，雄性呢都喜欢新鲜的，你人老珠黄又生不出幼崽，霸占着加西亚有什么用？真的爱他，当然是让他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啊！你们无耻！你敢骂我？小心，是恶意精神攻击。曼曼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给她点教训喽！这种老女人死了也是活该嘛。年年，
危险！奇迹，简直是医学奇迹！患者颅内出血停了，受损的神格和精神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自我修复，生命体征已经稳定。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啊！是你救了西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加西亚，你谢他干什么？我们的家事哪里轮得到他多管闲事？这位雌性因恶意使用精神力攻击，致人重伤，证据确凿，请立即带走，严加处置。你们放开我！你们这群混蛋！放开我！你感觉怎么样？我看到了，在黑暗里有一棵树，好温暖的光。我叫西营，是帝国机甲研究院的首席设计师。我的命是您救的，从今天起，我发誓，我要为您设计一台全帝国不，全星际最快的淘机机甲。只要我在，绝不让任何人、任何危险追上您。陆战！粘土小姐，您刚刚使用的是 SSS 级雌性的治愈能力吗？传闻您能净化雄性的精神暴动，是真的吗？我的芊芊还躺在这里，那个贱人却成了众星捧月的救世主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喂，是我。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，钱不是问题。我要那个叫粘土的雌性，身败名裂，生不如死。哦，对付那位新晋的兽神使者，段夫人，这价钱可不便宜啊！只要能让他付出代价，倾家荡产我也认了。谢谢您，粘土小姐，我感觉好多了，脑子里那种针扎一样的疼全都没了。有效果就好，记得定期复查，下次我们还需要再巩固一下。年年，歇会儿吧，你脸色不太好。还有最后一位啦，我做完再休息。下一位患者。等等，你的工作证呢？行。陆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发情诱导剂，他们想绑你。年年，跟紧我。陆战，带年年先走，这儿我顶着。好死是吧？陆战！全部拿下，留活口。
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流了好多血啊！医护兵，快来！说，是谁指使你们的？目标是什么？老大说要火的那个 SSS 级4星，值大价钱。老大是谁？名字，据点。不能说，说了会死，比死还惨。元帅，罪犯已服毒自尽，毒囊藏在后槽牙，其他人也一样。他们身上除了武器和发情诱导剂，没别的身份标识。但在审讯中可以得出结论，他们的老大不是帝国人。经初步判断，这是一次有预谋、针对性极强的绑架。对方计划周密，用了军用级别的毒药和行动记录，背后主使可能来自境外，或者是星道。查，掘地3尺也要把这条线挖出来。年年身边安保再提一级。陆战，好好养伤。是，元帅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坚持去医院。年年，这怎么能怪你？是那些人本就不怀好意。让我知道是谁干的，非撕碎他不可。还疼吗？不疼，小伤。流了那么多血，还是小伤。啊！年年，你对我真好。因为你保护了我啊！快吃，别说话了。棉花糖，你怎么来啦？是偷偷跑出来的吗？皇宫离这里很远吧？白天真是吓死我了，还好陆战没事。他为了保护我伤成那样。说起来，之前给你买的小皮球后来找不到了，可能被陆战打扫卫生的时候收起来了吧。下次让他找找，他记性好。棉花糖，怎么了？别走呀！是不是我说错话了？好啦好啦，不提陆战了，是我不对，忽略你了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买新的玩具，买好多，比皮球还好玩的那种，带铃铛的，会发光的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保证，明天就去买，所以别生气啦。那就说定啦。今晚就在这儿睡吧，偷偷跑出来，回去又要被关起来了吧？暂时当我偷偷养的猫好了。新网上好多人留言，问我什么时候再开直播，或者公开露面，感觉大家挺担心的，也有点不安。你之前在医院遇险，公开活动确实暂停了很久，民众会担心是正常的。要我说，就不该管他们怎么说，你的安全最重要。适当露个面，让大家看到你安然无恙，能稳住民心，也能震慑那些藏在暗处的老鼠。那我开个直播，不做别的，就像以前在家那样聊聊天，或者给你们梳梳毛。可以，
就在庄园内，安保系统全开，内容尽量轻松日常。好，那就今天下午阳光好的时候，在草坪上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年图，好久不见。年年，是活的年年，受神保佑，你没事太好了。背景是庄园，好漂亮。旁边那团金毛是什么？是狮子吗？我没事，让大家担心了。今天天气好，就想和大家随便聊聊天，顺便，给家里的毛茸茸梳梳毛。这是梳毛用的，手法很重要哦。啊，我死啦！好乖的大猫，这呼噜声隔着屏幕都感觉到舒服了。年年手法好专业，羡慕死了。只有我注意到狮子耳朵在轻轻抖吗？可爱晕了。梳毛可以去掉浮毛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瘦瘦的情绪稳定也有好处。你也来啦？又来一只，还是黑棕的，这气势，这体型，该不会是元帅？是费力元帅的兽形吗？我的天，元帅也在求梳毛，这反差。对了，可以这样。救命！元帅带花环，好萌！反差萌杀我！截图了，历史性画面，很好看呀，对不对？年年胆子好大，但是干得漂亮。这个留给陆战。辛苦你们啦。效果不错。不对，有血腥味。这是大型猫科动物，咬合力很强，动作很准，不是庄园内的守卫兽形。有东西来过这里，就在刚刚我们直播的时候。比对结果出来了，齿痕的间距和深度，跟监网局收容的那个 SIS 级失控雄性元仓受刑花豹的咬合数据高度吻合。元仓，那个前首席外交官，我记得他因为家族出事加上精神暴动，被关快2年了，是监管局最难搞的刺头之一。他怎么跑出来的？监管局那些守卫是吃干饭的。失控的 SS 级雄性，危险性太高。而且花豹擅长潜伏偷袭，根本防不住啊！加强庄园夜间巡逻，感应器密度也给我拉满。另外，马上联系监管局，确认元仓现在的位置和状态。局长，我是年图，我想探望下元仓。年桃小姐，实在对不起，元仓的收容室是我们防护等级最高的，但他太狡猾了。总能找到漏洞。这几天他频繁想往外跑，送猎物的事我们也是刚查到线索。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失控值很高吗？一直卡在80以上，极不稳定，攻击性特别强，尤其是其他雄性靠近他，好几个工作人员都被他挠伤了。他家里，已经放弃他了。我想试试能不能帮他。不行，年年，太危险了，那几乎是头完全失控的豹子了。夕阳少将说得对，元仓的安抚工作一直没法推进，他拒绝配合，甚至会自海抵抗。年段小姐，您的心意我们领了，但总得试试。要是因为怕危险就放弃，那我的能力还有什么用？
这就是元苍了，他今天格外暴躁。年朝小姐，您就在墙外试着用精神力渗透安抚，千万别进去。不行，隔着墙效果太弱了，他也特别抗拒。那就先撤吧，我们改日。糟了，传递口的内部锁被他破坏了。年年退后。启动紧急防御，上麻醉枪！这头疯豹子，他分明是在向你求偶。元苍，这位是年图小姐，帝国唯一的 SSS 级4姓，她想跟你聊聊关于帮你稳定精神力的事。SSS 级，哼，我不需要雌性的怜悯，更不需要什么帮助，请回吧。我不是怜悯。帮失控的雄性恢复是我的意愿，更是我的使命，对我来说不麻烦。不麻烦？看着我这副鬼模样，听这些难听的话还不麻烦？雌性不都喜欢漂亮、强大、会说甜言蜜语的乖乖宠物吗？我一样都不占，离我远点儿，否则对你没好处。不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失控值很高。长期这样很痛苦，对身体伤害也大。我只是想让你好受点。我不需要，痛苦是我应得的，请您别再管闲事了。好吧，打扰了。哼。他好像在请您一起吃，或者是想把他觉得好的东西给您。年图小姐，您可算来了。元苍大人他从下午开始就特别焦躁，在收瓤室里来回踱步，还不停用爪子挠门。我们问他怎么了，他也不说，直到刚才才突然问了一句：“他呢？”您今天来的真晚，也是，我这种又麻烦又无趣的疯子，哪配让尊贵的 SS 级雌性天天准时来看？您以后不用再来了。听说今天海族也有人来，他们的族长那位神秘的首富海夜离可能会露面。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容，传说他因为身体原因常年坐着轮椅，
披着斗篷。海族？生活在深海的人鱼族，非常富有，但也很排外。海夜离是近100年唯一与帝国保持稳定贸易往来的海族族长。看，就是他，海夜离。年年，你先自己随便看看，我离开一下。年图小姐，海夜离大人邀请您至顶楼私人观景室一叙。冒昧相邀，仅谈一事。海夜离。大人说仅邀请年图小姐一人，请放心，观景室完全透明，外界可见，安全无虞。感谢您的到来，年图小姐。贸然打扰，请多见谅。海夜离先生您好，不知您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听闻了您的事迹，您的精神力能够净化雄性精神海中的黑雾，治愈失控。是的，我最近也在监管局做一些尝试。那么，对于并非因为精神暴动，而是因为天生残缺，无法完整化形，从而导致精神海长期郁结，充满痛苦黑雾的情况，您的力量是否同样有效？天生残缺？是的，例如我，请您不要害怕。很丑陋，对吧？抱歉，吓到您了。我这就……不，一点也不丑陋。你的尾巴很美，这些鳞片的颜色和光泽是我见过最漂亮的，它一点也不奇怪。美。很美。年图小姐，我请求与您做一笔交易。交易？是的，我请求您定期为我进行精神安抚，净化这些黑雾。作为报酬，每次安抚，我愿意支付您100亿星币。喷一点点就好，希望他不讨厌这个味道。检测到室外风力增强，建议关闭窗户。快，清洁模式，净化空气。好像还是有点那个香味，不过很淡了，应该没事吧？明天让陆战帮忙寄出去吧。这是……谁？元仓，是你吗？你怎么了？元仓，停下！你认得出我对不对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是失控值又升高了吗？喜欢您摸我，请。这不是简单的失控，这更像……猫薄荷，
对猫科动物有强烈刺激作用。喜欢，您摸我，请。长寿面得是一整根才灵，这可是我第一次给费利叔叔过生日。元帅要是知道你这么上心，肯定特别高兴。何止高兴，我看费利能乐得原地转圈。年年，蛋糕裱花让我来吧。这是生日快乐，费利叔叔！生日快乐，叔叔！生日快乐，元帅！谢谢，你们费心了。这个要一口气吃完，中间不能断，是我们家乡的规矩，吃了就健康长寿。我还不老。谁说你老啦？是祝福，快吃快吃。太好了，一根都没断。快许愿，在心里默念，别说出来哦。寿神在上，我不求别的，只愿年年，我的年年，这辈子平安喜乐，无病无灾，永远留在我身边。兽神，听见你的愿望了，费利叔叔，你会亲眼看着它成真的。通知所有合作工厂，产能提到最高，物流线路在优化，确保核心星系48小时内送到。3、2、1，已售罄。我就眨了下眼，没了，谁手这么快？我单身100年的手术都抢不到，求补货，加钱也行。听说味道绝了。隔壁星系都有人专程来求代购，真的全都卖光了，这么快？看来我们的赌约是我赢了，粘土小姐。愿赌服输，我确实准备了。这个可以吗？我手工一般，绣得不太好。不，它非常完美，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。那么按照约定，下次精神安抚能定在3天后吗？我有点期待。
SSS 级雌性频繁出入农性监管局，行为是否越业？为陌生雄性精神安抚，接触尺度何在？帝国道德标准是否重新界定？年塔小姐是否在利用能力建立不符合传统的后宫？放屁！都是一派胡言，年年是在救人。背后肯定有人推动。上次袭击没成功，改用舆论攻击了。查，把这些跳得最欢的账号背后的人都给我揪出来。他们质疑的是我安抚雄性的方式，对吗？年年，别在意这些，我们会处理。不，他们在质疑的是我做的事情本身。他们不相信雌性可以不用亲密接触，光靠能力就能帮到雄性。他们用最龌龊的心思去猜最干净的事。既然他们不信，那我就让他们亲眼看看。来了来了，年塔大人，前排！来了来了，年天使警部儿，前排支持年年。支持年年，哼，我倒要看看怎么清白的安抚。楼上闭嘴，等着被打脸吧。大家好，最近关于我安抚雄性方式的讨论很多，我觉得光说没用，所以今天我请大家亲眼看看一次完整的安抚过程，全程公开，不剪辑。这是一位失控值达到75的翠鸟族雄性，因家族变故精神崩溃，有攻击性，现在没法沟通。这么小一只，作秀吧，隔着笼子怎么安抚？还不是要打开？失控值降到15了，精神还稳定了，能试着沟通了。能听见吗？感觉怎么样？我能控制自己了，脑子里的噪音停了。是那位大人救了我吗？谢谢您。闹了什么？隔着玻璃就看了2眼，失控值从75降到15，神迹，这绝对是神迹。刚才质疑的人呢？脸疼不疼？年堂大人，对不起，我们误会您了。大家看到了，这就是我做的事，帮失控的雄性找回理智和尊严，让他们有机会过回正常日子。这不是什么不端的行为，这是我觉得该做，也会一直做下去的事。只要还有需要帮助的雄性，只要我的能力还在，我就会继续。年图大人，您知道吗？您今天这场直播，不光证明了您的清白，您给了帝国无数在绝望里挣扎的雄性，还有他们的家人新的希望啊！我知道，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。看，我就说那些乱说话的人迟早被打脸。累了吧？今天消耗很大。菲利叔叔，你过来一下好吗？坐下。我帮你也好好梳理一下。你身上的黑雾有一些特别顽固的，一直没散干净。别急，就快好了。这些坏东西不该缠着你。费利叔叔，年年。
很不一样。雄性失控值0，失控值0，真的是0，不是无限接近于0，是确确实实的0。这不可能，帝国历史上从未有过雄性失控值被清零的案例。这还不止，身体素质综合评分突破现有 S 级顶峰记录，能量反应、细胞活性、神经反应速度全部超标。这数据模型已经达到了理论推演中的 SSS 级雄性标准。年纪大人，您不仅净化了失控值，您还促进了元帅生命层次的进化，这简直是神迹！费利叔叔，你感觉还好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很好，年年，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是你给了我新生。看那台蓝色机甲，速度快、灵活，特别适合你。我设计的逃生机甲就参考了它的传动结构。哇，真厉害！警告！未识别机甲闯入，安保系统启动，非参赛人员立刻撤离。小心！别怕，有我在。SSS 级雌性抓不到活的，死了一些。任务变更，清除目标。安保干什么吃的？年年在哪儿？元仓，结束了。一起下地狱吧！自毁程序。元仓大人，外伤通过紧急修复舱已经稳定，但是，说，我们检测到，元仓大人因为爆炸冲击和极端情绪刺激，精神海彻底崩溃，失控值监测仪显示，数值封顶100。帝国历史上，失控值达到100的雄性，精神海会永久性固化、兽化，无法逆转。
他们会逐渐失去所有人性理智，最终在疯狂中耗尽生命力，从无治愈先例。我们无能为力，他很可能会一直保持受刑昏迷，直到……让我进去，我要见他。你们先出去一下吧。年年，他现在太危险了，精神海完全暴走，你贸然进去可能会被反噬。我知道，但我得试试。菲利叔叔，你信我一次，行吗？元苍，别怕，我来了。瞧，这就是那个贱人生的杂种弟弟，听说他受刑是花豹，花纹还挺好看。要不咱把这尾巴剪掉一截，看他哭得多大声，说不定爹更烦他了。不，别碰他！别怕，我在。降了，真的在降，失控值在下降。元苍，你醒了，能看到我吗？奇迹，医学史上的奇迹！失控值100，深度受化濒死的人居然真的恢复了，现在只有5，完全稳定了。我的儿啊，我可怜的孩子，你终于醒了，父亲担心死了。元苍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我们都快急疯了。是啊，可算醒了。几位，病人刚苏醒，需要绝对安静休养，请先出去。我是他亲爹，我说几句话怎么了？你们都出去，让我单独跟我儿子待会儿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他说。大家评评理呀！我丈夫只是想进去看看他重伤刚醒的儿子，说几句父子间的贴心话，可他们联合起来拦着不让见。我儿子元苍是为了救年图大人才受的伤，现在好不容易捡回条命，我们做家人的只想见他一面，怎么就这么难？我的好儿子命真硬啊，失控值100都能醒，可惜醒了也没用。外面现在都以为你还是个神志不清的疯子，你说我这个伤心过度、怒气不争的老父亲，教训一下自己这个不听话、发疯差点伤人的儿子，是不是天经地义？放心，我下手有分寸，让你看起来伤得重，但又死不了。毕竟你那些丰厚的遗产、爵位还得有人继承，对不对？父亲，您这是想干什么？看来您是真想我了，想得连教训都等不及了。我们只是想要个说法，为什么拦着我们见元苍？是不是想藏什么？太惨了，家属见儿子都不行，年图大人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元苍大人真的没事吗？该不会已经被……里面怎么没动静了？元苍会不会出事？再等等，元苍既然醒了，应该能应付。是伯爵的声音，
他是不是在打元蹭？我丈夫进去这么久都没出来，是不是也被他们控制了？天啊，这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报警！赶紧报警！皇室报警！皇室和军部都不管吗？年田必须给个交代。听说我死了。元苍大人，活的，是人形，不是说失控值100没救了吗？这脸色是有点白，但眼神清明的很啊。那刚才伯爵夫人哭什么丧？元苍，你怎么，你没事了？托您的福，暂时还死不了。倒是您，刚刚在直播里说什么我重伤不治，医院和年图大人害我。医生，麻烦您把刚才病房里的监控录像还有录音放给大家看看，免得有人误会是我父亲思念成疾，产生了幻觉。好的，元苍大人。教训一下自己这个不听话、发疯的儿子。你的遗产、爵位还得有人继承。我靠，这打人还惦记遗产，刚才哭得那么伤心都是演的，这脸打的啪啪响啊！现在，您还觉得是医院和年图大人在害我吗？这都是你父亲一个人的主意，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这么做，我是被他蒙蔽了。我没有这样狠毒的伴侣，我要和他解除关系，立刻，马上！夫人，还有几位少爷，我们接到举报，并核实了元苍大人提供的证据，现怀疑你们涉嫌诽谤、煽动舆论，以及企图伤害帝国重要人员未遂。请跟我们走一趟，协助调查。你怎么样？伤口疼不疼？刚才是不是强撑着？我没事。对不起，让您看到这些糟心事，我会处理好它们，不会再让它们出现在您面前，脏了您的眼。看，新的手帕还有平安符，之前那个沾了香水，不能要了。这个我重新做的，绣了你受刑的样子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很喜欢。年图，那天晚上，猫薄荷香水那次，我闯进你房间对你说的那些话，都是真的。我喜欢你，从很早以前就喜欢你，不是香水的影响，是我的真心话。我知道啊，你这几天养伤，我天天陪着你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您很好，是世界上最好的雌性。那我现在还喜欢您，您呢？喜欢，一直喜欢，永远喜欢。我也是。到了，欢迎回家。哟，新来的。房间准备好了，以后这里就是你家。回家了。年头阁下，日安，希望没打扰到您。海夜离先生，不打扰，快请坐。元苍大人的伤势恢复得不错，真是万幸。是啊，他好得挺快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托您的福，还算稳，只是……哎呀，你的鳞片，你掉鳞片了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，还是最近压力太大，太焦虑了？让您见笑了。
确实有点焦虑，让您担心了。焦虑的话，精神安抚能帮你放松，对稳定情绪也有用。你工作那么忙，跑来跑去也麻烦，要不这样，以后我每天给你做一次精神安抚，反正顺手的事。每天？这太麻烦您了，我怎么能……不麻烦，就这么定了。你告诉我方便的时间或地点就行。好，谢谢您。那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粘土，粘土，快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！快打开看看，我给你设计的专属机甲，熬了好几个通宵，总算搞定了。我做成可收纳入空间钮的便携款了。为了轻便省电，我把大部分攻击和防御模块都砍了，所有设计就俩字：速度。装的是帝国最顶尖的推进系统，一启动，爆发速度能赶上顶级军用侦察机，就是耗能太大，续航短，所以我改用晶核功能。不过晶核太稀有，我翻遍我爸库存也只找到1枚，所以你得省着点用。平时练还是用模拟舱吧。设计思路不错，安全也达标。7枚晶核，元帅大人，这东西有价无市啊！我求我爸好久，他都不肯多给。您一出手就是7枚。有备无患，这些能量够他多次超远距离跃迁，或者从帝国大部分地方全速飞回中央星。记住，这机甲是给你应急逃生用的，速度就是你最好的防御。只要觉得危险，立刻启动，回家。粘土，这香水好像不是我送你的那款犬科专用的味儿啊。我送的是雪松混阳光，清爽得很。这个怎么一股甜腻花香？这瓶就是你送我的呀，我一直放在这儿。这瓶是我刚从卧室角落翻出来的，有购买记录，是你送的犬科款。而这瓶一直摆在客厅，我以为也是你送的，就用了几次。但它好像真的不是犬科专用，后调有点像猫薄荷。元仓，之前打碎的那瓶让你失控的猫薄荷香水，我一直以为是西影买错了，或者林希薇送的被我搞混了。可林希薇送我的那瓶猫薄荷款，我查过了，还好好收在空间钮里，根本没动过。那瓶打碎的猫薄荷香水，既不是西影送的，也不是林希薇送的，那它到底是谁放在我房间里的？查过了，西影小姐送的是犬科专用款，有完整的购买和配送记录。林欣薇送的猫薄荷款，年桃的空间钮记录显示从来没取出来用过。那瓶打碎的香水，碎片几乎被清干净了，没留下有用线索。能在我们眼皮底下把一瓶有问题的香水偷偷塞进粘土房间，这人不简单，可图什么呢？要是想用猫薄荷刺激雄性失控伤他，元参当时虽然失控了，却没碰他一下，反而且那瓶香水出现的时间好像就在我舞会觉醒精神力前后，那时候就有人盯上我了。这时我会让安全局和情报部门介入，从香料来源、流通渠道和可疑人员几个方向深挖。年年，你仔细想想，那阵子前后有没有接触过什么特别的人，或者收过不明来源的礼物？
那段时间除了参加舞会，见的人都是你们认识的，礼物也都是正规渠道送来的，有记录可查。老爷，海叶离先生到了。鳞片又掉了。海叶离先生，你这焦虑症状好像比我以为的严重，真只是工作压力吗？看过医生没？老毛病了，医生也没办法。不过，有您每天给我安抚，我已经好多了。真的，说不定再过几天，就能彻底好了。那就好，你一定按时来，别硬撑。我会的。对了，您上次好像对香料挺感兴趣，我名下有些相关产业。最近听说黑市上有一批特制香水在流通，来源很隐蔽，功效据说有点特别，但渠道藏得很深，我也就听了一耳朵。特制香水？黑市？是啊，但具体不清楚。要我帮您留意下吗？不用麻烦你了，费力叔叔他们已经在查了。也好，有费力员上出手，肯定更稳妥。明天见，年图阁下。有您的每日安抚，我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。明天见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气色好多了。从来没这么好过。您的精神力比什么药都管用。对了，最近我的商业情报网盯到几笔有点奇怪的资金流动。数额特别大，但路径绕得厉害，转了几十个空壳公司，最后大致流向帝国几处偏远的边境星域，具体用途查不到。这种级别的操作和藏踪手段不像普通生意，倒像是有组织的秘密行动。我也就是偶然看到报告，觉得不太寻常，可能跟最近边境不太平的传闻有关。不过这也不是我该操心的事了。大额资金，复杂渠道，流向边境星域。这条信息很有价值，我会让人去查。海叶离的商业网络确实无孔不入，他能接触到这些不奇怪。香水那边的调查有点初步发现，但不太乐观。找到来源了。从回收的极少碎片上复原出一个非常小的几乎磨平的工艺标记。追查后发现，那标记属于一家20多年前就倒闭的小众奢侈品香水工坊。工坊主人早去世了，学徒和工人也都散了，所有配方和客户记录在倒闭时全被销毁。线索断了。断得很干净。对方很谨慎，用了这种几乎没法追的古董容器，说明他们早就开始布局，而且特别擅长隐藏踪迹。年年，听好，香水的事，还有海叶离说的资金异常，可能都不是孤立事件，背后说不定藏着我们不知道的危险。从今天起，你得更警惕，任何送到你手里的东西，不管看起来多无害，哪怕是一瓶水、一束花、一张纸条，都必须先让我或者西洋陆战看过，确认安全。别单独收陌生人的任何东西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费力叔叔，我会小心的。谢经理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出什么事了？费力叔叔，谢季离那边有新消息吗？
我是说他失踪的事。年年，你还在惦记他？我觉得他失踪没那么简单。还有这条项链，你不是说他的电脑在你们那儿，里面有我的照片？他是不是遇到危险了，或者被人逼着做了什么？军部和安全局联合调查，最近确实有点新发现，但不是好消息。在他宿舍，还有最后被监控拍到的地方附近，勘查人员都找到了很隐蔽的痕迹，虽然被清理过，但还留了点残迹。分析比对之后，这些是某个活跃在帝国边境的星际海盗组织的暗记。这帮人做事又狠又隐秘，头目代号焦。我们之前端掉的非法实验室，还有被抢的军火库，很可能都跟他们有关。星际海盗？谢季离怎么会跟他们扯上关系？问题就在这儿，一个前途光明的军校生突然失踪，现场却留下星道标记。更可能的是，他不是自愿走的，而是被卷进去了，甚至可能被……这条项链，我让人初步验过材质和工艺，这种深蓝合金，帝国很少用来做首饰，倒常用于精密仪器或者特殊定制的东西。雕刻风格也很特别，不像工厂量产的，倒像是有特定含义的信物。年年，谢季离送你项链的时候，有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话？没有，他就说是个礼物，让我收下。我当时也没多想。费利叔叔，如果我们能找到谢季离，是不是就弄明白很多事？比如他为什么失踪，还有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？之前初步扫描发现，这条项链材质密度和内部结构有点异常，能量反应被一种很高级的手法屏蔽了。今天用军部最新的解码扫描仪再试一次。有东西在花蕊里面，结构太复杂了，不是装饰，而是个微型密闭腔体，藏这么深。试试非破坏性解码开启。频率匹配，能量逆向中和。里面有东西。看来原主人留给你的，不只是一条项链，也不只是纪念。这些是原主人的吗？这芯片里到底是什么？数据被多重加密过，部分已经损毁了。那是面部轮廓被刻意模糊了，但身形和发色确实有点像。坐标指向一个废弃的非法研究设施，至少是20年前的记录。太子殿下到了，有紧急消息。这个坐标，我在皇室绝密档案里见过，它关联着一桩被掩盖的丑闻，关于我的一位皇叔谭玄。谭玄亲王，听说他痴迷禁忌生物研究，20年前因突发疾病暴毙，名下所有实验室都被查封了。现在看来，暴毙和查封都有问题。如果年桃的身世真的跟这些有关，原主人留下这个，是想告诉我什么？别怕，不管怎样，皇室会负责到底。我已经下令重启调查，但需要时间。在查清之前，芯片和坐标的事必须绝对保密。西昂，加强庄园的警戒等级，严防任何消息泄露。是。
您看起来很不安。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。这个送您，是我今天在河边捡到的，心情可能会好一点。谢谢。能为您分忧是我的荣幸，如果您愿意，随时可以吩咐我。警告：好奇心会害死猫，更会害死你。离皇室远点，离那些道貌岸然的贵族远点。想活命，就忘了芯片，忘了坐标，否则下一次送来的就不只是警告了。他们知道我在查。匿名通讯追不到，信号源加密的很专业，对方太清楚咱们在干什么了。昨晚庄园安保系统被黑过一小会儿，就发了个警告，没干别的，更像是吓唬人，拖咱们后腿，不想让查 X 计划和坐标。年年都吓坏了，不能让他待在这种可能被监视的地方。谢秋烟之前老邀请年年去塔宝星度假，那儿是他的地盘，安保独立又严，离中央星那堆破事儿远。塔宝星封闭，正好躲一躲，还能顺便从谢秋烟那儿套点话。他消息灵通，说不定知道些旧事。我同意，年年也该放松下。夕阳，你贴身跟着，我远程支援。放心，谁也别想靠近他。年桃，你可算来了，等死我了！秋烟，打扰啦。说什么打扰？你能来我高兴死了，快走快走，先带你吃好吃的，再泡温泉。对了，我还搞了个小派对。放心了，大狮子，派对全是我的雌性姐妹，没雄性，抢不走你家年年。多谢。这汤底用冰川水慢炖的，特别清甜。那个是海夜离大人，帝国首富，他也来塔宝星了，是巧合吗？年桃阁下，又见面了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您。海夜离阁下，您好，您也来度假？处理点生意，顺便看看雪。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，请您参观我在这儿开的一间小私人水族馆，有些罕见的深海发光生物。好啊，我一起。当然。西岸阁下，能不能请您在这儿等一下？我想单独给年兔阁下看一件特别的藏品。不行。香，就在门外，没事的。我在门口，有事马上叫我。年堂阁下，谢谢您之前的帮助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报答。我们种族按老规矩，雄性要是决定把自己完全交给一位雌性，就会退掉所有伪装，献上代表束缚和归属的项圈。年兔阁下，请把我买下，只要1星币，期限是永远。年兔大人，原来您在这儿，我找您好久了。尝尝这个塔宝星特制的迎宾果汁。哇哦！阁下，现在好像不太合适。您快喝呀，真的很好喝。谢谢，味道还不对劲儿，头好晕。年头，你怎么了？粘土，粘土，年年，
你给他喝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……夕阳，庄园这边监测到异常信号，疑似有人试图入侵年年的医疗档案，需要你立刻远程授权高级防火墙。该死，是调虎离山！快，抱他去医疗室。梅丽，这是哪儿？对不起，粘土大人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办法。3年前，我救了个受伤的尸桂兽人，他其实是星道，我们相爱了。2个月前，他重伤快死了，失控值爆表。他的手下理查找到我，说只有您能救他，只要我把您带出来。你被骗了。如果他们真想救人，完全可以光明正当的来求医。醒得挺快嘛 ，SSS 级的小宝贝儿。理查，你说过不会伤害他，你说只要粘土大人看看施救就好。蠢货，施九早就死了，现在他是我的了。给你加点料，待会儿更听话。快跑！有点本事，但在飞船里，你能逃到哪儿去？跟我走。在我的地盘，轮得到你来救人吗？游戏结束了，小蛇。好，去找驾驶舱。西营说过，基本逃生操作。能量剩余15%，护盾受损，探测到生命体信号。拜托，撑住啊！谢谢你，我同伴伤得很重，我需要帮。不行，得找专业医生。哟，稀客啊，灰狼，这是……快，放这儿！能量创伤，失血太多。等等，皮下有东西。定位器，高级货，带生命监测和能量标记。只要它还在，追兵1天内就能摸到这儿。能毁掉吗？当然。这小子底子不错，我给他清方止血，再敷点土方药妖，命能保住。但你得想清楚，追兵迟早会找到这颗星球。他要去哪儿？这孩子大概是去做他唯一会做的事了。
信号已锁定，目标磁性粘土。把它交出来，否则我不介意让这颗垃圾星变成真正的死星。他要的是我。不，别走！对不起，但我必须去。你们好不容易有了安稳日子，不能因为我……粘土，别去！照顾好大家，等我回来。自愿的，倒是省了我不少麻烦。让我看看那个标记在哪里。没有，怎么会没有？X 型烙印被消除了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是？你到底是谁？芯片为什么会在你手里？你和谭玄的实验室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什么实验室。芯片是别人留给我的遗物。遗物？哼，那就让我看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。每一个从那儿出来的作品身上都带着洗不掉的烙印，就像我一样。看见没？这就是谭玄送我的礼物，一辈子都抹不掉的耻辱。你说你不是实验货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芯片会选中你？为什么你能稳住失控的人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的能力是跟神术有关的。神术？又是这套哄小孩的鬼话！你最好别耍花招，在这儿你跑不掉。灰狼、谢季离，你们一定要平安啊！放开我！冷静，冷静点儿，我能帮你。你对我干了什么？我只是想帮你。离我远点！我会污染你，就像我毁掉所有东西那样。谢季离，看看，这就是为你奋不顾身的下场。继续。心疼了，这才刚开始。停下！求你了，别再打他了。停，鞭刑可以免，但这个是规矩。你给他打了什么？能让他露出真面目的东西。瞧瞧，雄性为了欲望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冷静，谢季离，看着我。江，你在干什么？别伤害自己。走开！我脏，我丑，我只会伤人，就像现在这样。别这样，我帮你，我能净化那些黑雾，就像刚才那样。
现在好看点了吗？这些给你，这是体质改善剂，我改良过的，没副作用。每半年打一次，能让你身体更强，寿命也可能更长。为什么给我这些？没为什么，这些晶核给你补精神力。至于这个档案袋，里面是谭旋非法实验室的部分真相，还有一些你可能得知道的事。收好，回去后只给最信得过的人看。记住，别全信皇室，有些人穿得光鲜，心里比我们这些星道还脏。你要放我走？不然呢？留着你，天天让我失控。飞船准备好了，我会用仿生人送你到帝国边境，之后你好自为之。警告侦测到帝国舰队拦截，已被锁定。不明飞船，立刻停下，交出粘土，否则开火。坐稳。胶。年年，你吓死我了！别紧张，我只是来送货的。你哭了，为了那个我。这个反应，我很满意。成分挺复杂，但没毒，反而含了好几种稀有活性成分，能温和地增强细胞活性，优化基因表达。理论上确实有改善体质、延长寿命的可能。那家伙总算没在这上面动手脚。这个呢？这是非法人体实验，谭旋亲王干的。皇室档案里只有零星几笔，远没这个详细。7号的特征跟交药后的烙印对得上。记录写着，所有活下来的实验体都因为基因改造有严重缺陷，普遍活不过30岁。年年，你的芯片还有胶说的标记，你该不会也是？明天我带你们去个地方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到底是谁。接下来你们看到的事，可能会有点超出理解，但请相信我。我不是 X 计划的实验品，我是神树孕育的种子，或者说，是神树意识的一部分，为了应对某种危机才降临的化身。夕阳，你愿意信我吗？我信，我一直都信你。我夕阳，以灵魂向兽神起誓。这辈子愿永远效忠粘土，做他的矛，做他的盾，哪怕命没了，魂散了，这心也不改。夕阳，我接受你的誓言。我费力，以灵魂起誓。
签，粘土，新家好漂亮。房间够多吗？以后小狮子、小豹子、小鱼仔可别没地方住呀，要多子多福哦。那我先走啦。年年，市政厅那边接到报告，有2个雄性带着所谓的童年合照和基因样本，自称是你哥，说要认亲。照片我已经发过来了。是挺像的，但我不记得有这事。谭旋的把戏，硬抢不行，就换亲情牌，拼尽全力想混到你身边。既然他们想演，那就让他们演。叫他们来。妹妹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！我们找你找了好久，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着了。这是你小时候的头发，妈一直留着。我们做了基因比对，结果马上就能出来。哥哥，请坐。那时候你还小，不记得了。我们一家5口。住在一颗偏远星球上，有一天，突然冲进来一伙人，把爸妈把我们都抓走了，关进一个阴森森的地方。那你们后来过得怎么样？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妹妹，我们找了你好久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家人，一定会护着你，把过去那些年欠你的都补回来。谢谢你们，能再见到亲人，我也很开心。你们先在这儿住下吧，管家，给哥哥们安排房间。他已经信了我们，看来亲情这张牌对他挺管用。哼，到底是慈禧心软，接下来就慢慢套他的话，摸清他身边那些雄性的底细，还有那份档案藏哪。报告，已成功接近目标，第1阶段完成。鱼上钩了，可以收网了。年年，我和弟弟想去祭拜一下母亲，她生前一直惦记你，你愿意一块儿去吗？好。太好了，妈知道了，一定特别高兴。其实，妈的墓不在这儿，我们就是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。动手！谭旋派你们来的。正在反向追踪信号源，锁定了，坐标在帝国边境星域的123区域，那儿有个没登记的星港。谭旋的秘密基地。
马上把坐标同步给费力元帅的舰队，在家等我回来。一定要小心。我向你保证。舰队全体都有，出发。年年，晚安，空灵。晚安，元苍。晚安，海夜离。晚安，年图阁下。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陪你啊。别怕。夕阳，昨晚休息得不错，有些经验，要不要分享一下？切磋一下。我新弄了些锻炼器材，一起试试。帝国元帅费帝率领舰队，6小时前到了坐标123区域，跟谭旋的秘密基地打起来了。战况挺激烈，谭旋好像早有准备，靠着地形和预设火力死扛。哦，那条老狗倒是会藏。黑狐的残部最近是不是闹得挺欢？是，他们收编了亚当的一部分溃兵，正在整合，好像要搞一次大走私。货里有一批新型违禁品，对雌性神经伤害特别大，脏东西。去，把黑狐的残部清干净。那批货，连一粒灰都不能流出去，明白？外头的脏东西，我来清，你只要干干净净的待在那儿就行。开火，清除所有抵抗，目标炸掉违禁品仓库，一个活口不留。还不够，差得远。它周围一点危险都不能有。基金会成立的初衷是希望改善所有落后星球居民的生活，让失控不再是无解的绝症，让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应有的尊重。我亲爱的妹妹，庆典快乐！哥哥送你一份大礼，用你的命来换这颗星球，立刻独自到坐标257来，否则我就让这数百万人给你陪葬！哈哈哈哈哈！谭旋旗舰启动了过载引擎，速度太快，我们的拦截舰队来不及了。混蛋！谭旋，我在这里。坐标257是吧？我过去，你不准伤害那颗星球上任何一个人。年年，不可以！我不能看着那么多人因我而死。既然来了，就都别
别想走，我的孩子们，去享受盛宴吧！太多了，压不住啊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年年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刚在庆典上耗了那么多精神力，我给你打一针舒缓剂，会让你好受些。帮我拖住时间，我得集中精神。年年，你怎么样了？谭玄确认死在旗舰爆炸里了，战场初步控制，正在收尾，我马上回来。谢谢。年年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哪儿不舒服？就是有点累，没事。你和你父亲长得真像。丫头，你看那边，那狼崽子，我可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哼，嘴硬心软，训练时眼睛老往这边瞟，以为老头子我瞎呀。元帅，汤糊了，我重做。有劳。都坐好，吃饭啦。辛苦了，宗队长。粘土，你永远是我们帝国最璀璨的瑰宝。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它属于所有为治愈失控、改善生存拼过命的人。今天，我正式宣布，失控者全面康复中心建设计划，还有落后心虚发展与援助计划，现在启动。
要幸福啊，年年。